来看台中有警员伫执勤的时阵，坐伫个副驾驶座咧吹冷气，佮用手机咧看电影，互这个民众看到啊甲录影甲投诉，讲警察伫抹黑。 执行勤务坐伫副驾驶座的员警，会使用警用的小电脑，还是手机查资料。要不过民众咧发现讲，有员警坐伫副驾驶座，伫执行勤务的时间用手机咧看连续剧。当时警方呢，就是坐在车上的副驾驶座，像这样子看影片哦，被旁边的目击民众给拍下来，时间最长达3分钟。不可以，他是在执行公务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说这么晚了哈，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觉得还好吧。执行当然是不行啦。 互人投诉的员警分别隶属第5警分局甲第6警分局。投诉的民众讲，当时第6警分局这个警察正咧进行临检的勤务，路中阁采一个酒测拿检的告示牌啊，两个员警无依照规定落车，是坐伫警察车内。副驾驶座这个员警阁用手机看影片。本分局立案调查，已惩处在案。那本分局将加强督导严谨勤务落实。第5分局员警嘛被翕到无落车执行勤务违反规定。 某 KTV 前啊，我们这个黄姓同仁啊，没有依规定啊，在巡逻车外面啊行守望，而且有观赏影片啊的一个情形，没有落实勤务，那将依规定啊予以申诫以上处分。员警执行勤务时用手机咧看影片，唔互民众感觉安尼无妥当，更加烦恼讲，若是雄雄有状况发生，可能影响到反应的时间。警分局接到投诉了后，马上会依照规定处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